兰露，兰露，我听保姆说你2、3天没回家了，你去哪儿住的呀？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对我来说去哪儿都一样。兰露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一个17、18岁的大姑娘，成天不回家，成何体统？家，你也知道那个是家。你看你天天带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男人回来像什么样子？我不回去。你去查查这里边住着谁。嗯。老师。哎，情况怎么样？我感觉他想在你那儿常住，一点走的意思都没有。你说我当你们班主任我容易吗？你看，我连家都回不去。行了，您就别抱怨了。依我看，您那的条件跟这儿也差不多。你敢数落我你？什么味儿了？是不是面糊了？哎呀！苏老师，廖老师，我一会儿还得工作去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死孩子你上不上班我不知道吗？你给我坐，陪着。啊，苏老师来了。哎，坐，快坐。哎，走。这儿不错呀。啊，陋室，见笑。怎么样？听说天天吃泡面呢？啊，味道很不错啊，挺好吃的。有你这么玩的吗？啊，给我。我已经了解清楚了，小姐应该就是住到她老师家里。郁金香高中的老师啊？而且我还听说这个廖学兵就是小姐的班主任。什么？我再次强调，胜负不是重点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一直都在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高2班所有的人都在为你们加油。加油！来讲一下，今天啊，主要打核心和熊原你们2人，你们在里边给我要住了位，听到没有？明白。其余的人呢，注意空切，他们班身体不行，这是我们的优势，明白了吧？明白。好好打，没事儿啊。放心吧，孟老师。老师。廖老师啊，以为你怕了你不来了呢，等半天了都。怎么孟老师想加注啊？你要是钱多的实在没地儿花呢，可以买你们班硬。啊，要不孟老师先借点花吧？啊，少废话，场上见。走了。
加快步，快点儿！烈火，你怎么样啊？我没事儿，还能打。主任，换衣服，准备上场。我说了我没事儿，我还能上。廖老师需要换人吗？不需要，继续比赛。自己注意啊！继续比赛。还行吧，哥们儿。放马过来。好。干什么呢你？你干什么呢？走了走了，球，不打了不打了。廖老师，放我下来，我还能打。放我下来。打得不错啊！廖老师，放我下来，我还能打。给我闭嘴！钟老师，你能让我重新回到场上吗？你这是韧带拉伤，你得休息。不行，你没看到场上的局势吗？我们快要输了。输场球算什么呀？你这脚不要了？你不是医生吗？你少废话，就算输也轮不着你上场。廖老师，你就给我这次机会吧。以前我们班为什么这么讨人嫌？就是因为我们干什么都不行，没人关心我们的死活。我们这么做，只不过是想让别人注意到我们。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能够证明自己了，廖老师，你就给我们这次机会吧。死，我也要死在上面。钟老师有办法吗？这10分钟，只要10分钟就好。那我试试吧。叶一虎，你千万别撑着啊！要是不行了就赶紧下来。好，你放心。把他扶起来。阿虎，过来。这人谁啊？
他叫关慕云，之前也是我们班的，不过后来休学了。廖老师，叫个暂停吧，这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。都过来！现在情绪紧张，要想逆转，只有2个办法：一，关慕云你到篮下传球给叶玉虎，让他们犯规2+1赢比赛；二，传球给关慕云，保险拿2分，打加时赢比赛。听明白了吗？来，走。等等，我们能想到的办法，对方一定也能想得到。我们得赌一把。来，过来听我说。好好的一场球怎么打成这样了啊？刚开始不打挺好的吗？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吗？还想不想赢了你们？想。上去之后，给我盯死那个新来的，明白了吗？踩着3分线防，许突不许投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进去了之后，能防下来，防不住给我拉下来。好好打，最后一个球了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好，走。加油！你们想干什么呀？想好好教育教育你们。球场上我不是教练过了吗？怎么着，输不起啊？上！老徐，你们有什么矛盾非要用武力来解决啊？廖老师啊，看这架势，你是要替我管教学生了？你要是没有时间，我可以代劳。太辛苦了，注意身体啊！都给我过来！干什么呢？啊，在这儿都干什么呢？在这儿了？你说说你们一个个的啊，打球打不过人家，打架也打不过人家，丢不丢人？明天每人1000个字的检讨，谁他妈要不交就不用来上课了。马上滚！走。梁老师啊，咱俩的事儿还没完呢，不过别着急，来日方长。啊，这儿啊。廖老师，他们那么嚣张，为什么不让我们继续教训他们一次？你们除了打架，有没有别的什么更好的方法啊？有吗？行。那个背叛你的小弟就是这所学校里的？就这儿。大头啊，好歹你也跟我这么多年，现在被一中学老师揍成这样，传出去你也不怕别人笑话？再能打，他也是一教师。
看你这熊样。走。哎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哎，大爷，别紧张，我们呀，就是过来看一朋友。我没长眼睛。哎，得，同学，高二班宿舍在哪儿？4楼。走。问问你什么？我高2班宿舍在哪？同学，李玉忠住哪个寝室？你们找他干嘛？哪个寝室？就那个门。你干什么呢？大头哥，你就是李玉忠？对，就是他，给我抓起来，抹死他！